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美国的总统川普，雄雄来宣布针对75个国家暂停对顶关税90天。这嘛鼓舞着今仔日的台北股市跳空开悬，盘中大起超过1600点，这嘛是台股的历史上单日盘中上大起伏的记录。今仔日的台北股市阁徛等于19000点，起1608点，就以19000点来收盘。今日台北股市拢反红，川普的对顶关税成是目前的重拳上升的消息。宣布政策暂缓90天后，美国的股市拜三四大指数拢起价，连带台股嘛得以创下新纪录。台股呢，因为昨天费半大涨了18%，所以今天台股呢，包括这个台积电呢，它的 ADR 昨天也大涨，所以带动今天台股的上涨。台股的记录一天起上济，记录出现伫1990年12月7日，迄一天上大的起伏是6.8%，因过台股伫今仔日超车，车到收盘是17391点，今仔日开盘是以18256点开盘，今到要徛回19000点，起伏到上无9.3%，这是新纪录。目前整个台股来讲，它的多头力道非常的强劲。目前从台积电不包括昨天的 ADR 大涨，还有今天的现货涨停板来看呢，其实呢这些利空消息都已经消失了。电子股这摆员工是做伙反攻，宽达股王台积电以863块起停，联发科甲鸿海嘛分别起停，伫13块加123块半。营业达、伟创、人保、广达甲豪实共款开红盘拢起停，是讲即摆若想要入场，专家建议讲，这目标会当考虑。全市场已经有23家的上市柜公司买回自己的库存股，建议投资朋友可以先 focus 在这些买回库存股的公司看看。那这个也是巴菲特最爱投资的，就是买回库存股的公司。川普的政策大转弯，虽然讲台股有起，不过专家提醒讲，美债息利率无落价，颠倒是起价，表示讲这个警讯还未消失，投资人千万唔通大意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